大官人的囝啊，恁着将阳光开力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圣诗202首，圣诗202首，咱请起立来吟全首。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勒岛林内受苦，顶14日4摆状落阴府。对世人中国我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我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请坐。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53篇，弥迦书第6篇。咱看 PPT 顶悬。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减为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为着我的罪恶，献家己所生的囝。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上主爱要求你的就是一声，着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同心来祈祷。
天父，感谢你疼惜阮，愿意带阮行伫头前的路，也永远伫背后挺阮。求你赐福阮有对你来的智慧，来经营你所赏赐的产业。伫生活中，阮的行为甲喙齿有滥散你的，主啊，请你赦免阮，嘛会当互阮来倚靠主得胜，互阮的信心袂摇动，嘛互阮所做的会当合主你的心意，平稳阮的性命，来成做着传祝福的器皿。感谢主，伫即个主日当中，阮嘛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搁再一遍，会当固守着阮众兄姐，伫阮的生命当中来活出着主你的荣耀。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报告伫咱的周报内底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下晡要举办中职甲家属的联谊会。咱请有报名的中职甲家属，会当伫个下晡2点50教会来集合。下晡3点，咱是要准时出发的。假使你若是家己要去到即个联谊的所在，请你毋免集合。毋过，请你伫个4点之前爱去到现场。咱的地点是伫个大边顶的景观休闲山庄。第2点，咱中职会的公告。2024年油光玉林园的董事会1/3的董事，咱改选的结果如下：就是马国华长老甲陈学良执事是连任，桂锦秀执事是新任，候补的是咱高丽美执事。敬请兄姐为着咱油光玉林园全体董事，阁有遮员务会当蒸日上来台岛。第3小点，有报名参加7月20，就是拜六的下早9点到12点，也是礼拜主日7月21下晡2点到5点。圣经有种讲座，咱要讲的是新约的兄姐，请注意者，咱的地点是伫个富堂，若长工的是，请咱准时来参加。第4点。你若是有骑奥多麦的、骑机车到主堂聚会兄姐，你咧停车的时，请你毋好踩停条，因为安尼会愈着咱的迄种停车场的地板。那嘛特别呼吁吼，咱毋好锁迄个机车的零头锁，因为安尼吼，咱这当工要安排车位吼较好清煞。若停车开车到主堂聚会兄姐，请你将车辆停伫个油冲国小的停车场。即使你车顶若是有行动无方便的，请到教会落车了后，较阁请司机甲车辆开去到油冲国小的停车场。咱教会的场地是以停机车为主，咱敬请配合。第5小点。伫个本会定伫个8月初3拜六下晡2点，要伫油冲敬拜中心要来举办冲绳白之家教会青少年的西瓜见证分享会。咱兄姐吼，欢迎你踊跃来邀请着你的亲友，也是遮慕道的朋友做伙来参加。第2点，伫个具体的消息，咱敬拜团，你若是有报名7月15下暗6点半到8点半，惊奇敬拜单堂体验课的姊妹，请准时到伫敬拜中心来上课。那月光幼儿园定伫个即马后礼拜六，就是7月20号星期六下早9点，要伫咱教会主堂举行第42届的毕业典礼，甲遮的成果发表会。咱敬请邀请遮教会中职甲咱的兄姐会当来莅临指导。那合作社的消息，本主日第2场的礼拜，伫礼拜后要伫个地下室的总会议室来召开理监事会，请咱理监事来出席参加。那第2小点甲第3小点，咱有种社员消费性的贷款。
你若嘛是有在职的军公教警，那贷款利息拢是3.6%，伫咧咱的11月30进前来查址。你若是有意向的请咱欢迎合作社来洽询甲办理安尼。那儿童牧区定伫咧7月23甲26，要举办从零开始重新冒险的暑假营会。伊遮有即4天内底23、24甲26，伊的时间是下晡1点半到5点半。特别爱注意的是，即个7月25的拜四，伊是下晡1点半到下暗的9点。迄天咱有备办暗顿，那报名费是1200，那80名报名额满，咱就要查址啊。那咱遐这厝内底有迄种国小1年到6年的小朋友，欢迎恁会当踊跃来报名参加。咱会当去到办公室，甲盛阳区长来报名。告解的消息，咱要请陈牧师。头一点，咱高北区有即个中级联谊会，7月27。伫即个嘉义里宣教中心，请咱的中心望牧师就搁普啦上班伫迄个拜二搁来拜二爱报名高雄爱受的活动是8月初5到初6，伫中华中心电信训练所，费用是2500块，教会有补助。兄弟若要参加也当紧甲办公室报名。第三就是已经有报即个末世教会甲医师的即个国际研习会若有要意爱参加，会当甲办公室报名是收即个 QR code 咱今日有消息中间有要放两个迄个底片一个是即个台中即个关于以色列的研习会伊有一篇迄个电影音乐节短的介绍当然伫台中啦，都会参加的人过来另外是迄个Okinawa即个白之家要来咱遮有一个交流，因为青少年的见证律动有影片来。这叫做生命的图章其实这就是咱若咧看一篇电影叫做《辛德勒名单》迄是生的。其实华人我也有人救几啊千个，当时伫迄个德国纳粹要屠杀去互这个中国的一个大使救出几啊千人的犹太人这个故事变做一个真迄个。拍片做电影嘛是一个音乐节啦好，咱搁来看一篇迄个Okinawa要来咱教会即个8月初3伫咱敬拜中心即个底片。8月初3 45年前，伊藤牧师从静冈飞到冲绳，并且在21年前单身一人建立白之家教会。如今白之家教会拥有1300位会友。其中孩子占140位，70%来自单亲家庭或是没有父亲。2024年3月，来自台湾的80位牧者以及职场领袖共同祝贺白之家21周年建堂庆典。
啊，咱这个白之家教会哈，是一间真正充满上帝的疼，所以去关心真侪这个孤儿、无人关心的囡仔安怎透过疼甲信仰去起造因的生命，互因每一个囡仔拢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这个教会，差不多日本的教会，从来唔捌有这么复兴的教会。伫即个乌吉那华1300几个会友，即个伊道牧师是真正是用疼，伊将伊所赚的钱，伊拍拼，因真侪人努力做的，就是来帮助这个孤儿，互因有当受教育，得到疼，互因会当得到信仰，互因会当真正互上帝使用。因咧准备拢是足认真啦，足拍拼，所以来的节目拢足精彩。而且咱会当真好的一个机会亲自来参加，我相信会足感动足感动。会当伫8月13下晡2点伫咱的敬拜中心。伫高雄只有4场，一场伫武昌，一个是伫高雄灵粮堂，甲一个1号灵粮堂个好消息就是咱敬拜中心。8月13拜六下晡2点，请咱当踊跃参加。只是咱要恭读上帝的话，今仔日所要读的经节，是伫个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30到第9节。马可福音14章第30到第9节。耶稣伫伯大尼泰戈西门的厝坐倒的时，有妇人人来带玉盘，内面堆极贵气真的玛纳香油，磕破玉盘，摒伫耶稣的头壳。有几个人生气，三甲讲：安尼破坏即个香油有啥物路用？第5节，因为即个香油会卖得银马300外个来互送香人，就毋愿意。若是耶稣讲，出伫伊，恁啥事刁难伊？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因为常常有送香人甲恁伫地，无爱好款待因，毋管时拢话。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即个妇人人是尽伊所话的来做。伊大声将油抹我的身躯来备办埋葬。我实在甲恁讲，普天下无论什么所在传福音，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的来纪念伊。下落，咱要请妇女圣歌队伫列邦中下落伊。我
感谢福禄献歌队带来娱乐的诗歌。这是讲到咱要请陈建甲主任牧师，伊的题目是献上上贵的代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会早起透过马可福音这段圣经的记载，咱拢真熟的记载，用献上上介贵的代价，这个题目要甲咱分享上帝话。什么物件互咱会当献上介贵的代价来换取？什么物件是遐尼宝贝？生命真宝贝，自由真宝贝，咱的后一代啊，拢真宝贝，咱的灵魂真宝贝。咱看到最近伫台湾也有迄个有犯着案件，当犯着案件，就需要要甲你拘押。拘押你若要当得到自由，你得到交保，就是爱纳足侪钱，看你的身份啦，有人可能5万，有人10万，有人爱300万、500万，1000万，甚至几啊亿的都有啊，要得到自由，你要付出足侪代价。为时为着囡仔。这囡仔虽然实在无好，毋过这是伊的囡仔。为了要保护这个囡仔，为了要救这个囡仔，伊嘛是付出足多的代价。咱也看到一个迄个少年人孙安迪甲爸母那美国了代志，倒来台湾了代志。照讲是讲莫插伊啦，迄都足搞怪拢做这代志安尼。毋过别人可能会安尼讲，毋过伊的爸母就无法度咧，搁较安怎着想办法要来保护伊的囝，要来救伊的囝，爱付出足大的代价。当然，囡仔若为着囡仔的好处，为着囡仔的未来，你付出足大的代价，搁较济都甘愿。假使你若会当讲，你会当。栽培一个囡仔像这个黄仁勋，对无？这爸母较大的代价嘛付，会当培养一个苏志峰，较大的代价嘛付。这就是看咱迄个物件，你有感觉有迄个价值，无迄个价值，你就愿意付出迄个代价，还是无爱付出迄个代价？为了自由，人就是。有时付出真大的代价，所以伫迄个法国大革命的时讲讲啥物？迄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是为了自由有时生命啦，还是这个爱情都会当放散，就是看你的价值啦，不自由勿宁死，就是这款的价值。莫有时讲这个，有时咱的身躯为了身躯的健康，有时爱付出足大的代价。我一个同学伊的先生得癌症。癌症就陪伊治疗，哇，治疗搁治疗搁治疗，确实是付出足多的代价。但是看起来嘛是无法度，已经迄个癌症已经到上界尾期已经足困难，无啥有机会啊。但是嘛是要用上界好的这个医疗，爱开足多钱，厝袂掉伊，车袂掉伊，倾家动产就是要来救伊的先生，因为命若无去这物件拢无价值去啊。所以
甚至有真侪所在嘛不顾一切吼，甲同学讲有人有法通斗赞助，无斗赞助，我爱借钱啥物，所以咱教会嘛有家己做急难救助，拢是借我钱，毋过就是会当帮衬讲看免来，最后我拢甲伊的先生的性命挽回倒转来。来感谢主，虽然迄个治疗爱开钱的无法度，但是得到一个上帝的怜悯，有一个恩典，伫台中有咧为着即马上新的迄个癌症的治疗的方法，应该是细胞疗法还是啥毋知，会当去试验，即个治疗是免费，因为你是用试验嘛。感谢主，试验的结果竟然为迄个末期的癌症安算无法度的，搁救倒来。即马会当恢复健康，哇，是感觉不可思议。但是会当得到健康，迄偌宝贵，搁较偌大，即个代价都欢喜来付。兄弟姊妹，为了灵魂嘛是共款，爱付出真大的代价。为了这个得到这个宝贵的灵魂付出足大的代价，嘛是感觉有价值。咱读圣经伫迄个结合生结合心格拉森，迄个互贵妇心的人足可怜的，拢住伫梦的练调嘛练袂调伊就去互贵妇心鬼兄的鬼伫伊内面，但是拄咧耶稣的时阵即个鬼甲赶出去，只鬼去入去到即个饲猪的人2000只猪安尼落到即个湖的2000只猪花偌济钱所以即个人看值偌济钱所以咱看见咱也为着咱的囝，为着咱的健康，为着咱的生命，为着咱的灵魂，咱付出足大的代价，咱拢欢喜付出。咱虽然无好，咱将上介好的物件，互咱的囝儿，何况伫咱天的阿爸爸上帝。同款，今日即个玛利亚为着听主的缘故，伊将上介贵重的真的哪达香油来献予主，这是伊所有的，伊爱用足久的时间，赚的钱去换厝的即个物件，一个手安尼拍破即个玉板，即个哪达香油来倒伫耶稣的头壳顶，即个妇人人所做的。就是将伊上介贵、上介有价值的即个物件，来用安尼来献予主，来听主。所以主就甲学了讲，我实在甲恁讲普天的传福音，无论伫什么所传福音就提起即个妇人人所做的来纪念伊，因为伊所献上的是上介价值的，是上介宝贵的。是无少一切代价献上的。兄弟姊妹，今日这段经文要甲咱传达什么款的信息呢？头一项，这个妇人人伊所献的是迄个哪达香油，佫是真的哪达香油，佫是上介贵重的哪达香油，佫是用这个玉板底哪达香油，伊所献上的。这个圣经不断安尼咧描写，是上介真的、上介贵的、上介有价值的，佮用上介宝贵的玉瓶，甲装的这个哪达香油，安尼强调就是看伊献的这是偌尼偌价值，偌尼偌宝贵。第二项，这个妇人人伊安尼做，就是表示伊真正全心全力全意来听主耶稣伫这个14节的14章的第3节讲，伊将这个油添伫这个耶稣的头壳顶，倒伫耶稣的头壳顶这就是种的膏抹，
即种的高博，咱来读诗篇133篇120讲看兄弟好好徛起是河顶的好，河顶的水。那像迄个贵重的油吼，安尼迄个流伫亚伦的头壳顶，流到伊的喙手到伊的衫躯，迄就是一种的高博。只有祭司，亚伦这就是大祭司会当得到即款的尊荣，伊是大祭司得到即款的经营。咱的主耶稣就是升到高天上界尊荣的大祭司，所以这个玛利亚，这个妇人所做的，就是咧尊荣咱的主耶稣。伫约翰福音哦，你另外一个记载咧记载是吼，讲伊吼毋是干人讲倒伫个头壳顶吼，佮抹耶稣的骹。毋若抹耶稣的骹吼，伊阁用头毛哦去拭耶稣的骹。头毛就是妇人的荣耀，伊将伊家己上界荣耀的所在，会当下伫耶稣的即个骹。这就是咱讲哦，伊的头壳向入伫骹底共款，非常的屈价家己、卑微家己吼，来尊荣主耶稣。当然，伊所做的吼，这学生就批评伊，头头批评到尾过来就是足生气吼。但是伊也无咧管伊安怎批评，安怎讲这个油甲变落了这用会使讲一档的工钱，才有的这个代价甲拼落去，人拢无去啊。头前的生活要安怎嘛毋知影，拢袂要紧，因为伊就是全力要将上好的来为了耶稣来做，为了主耶稣来做，为了来尊荣主耶稣。这个抹油就是分别罪性，咱也伫圣殿会幕一切器具吼，拢是受分别罪性，受抹油。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抹油的。伊会当来甲主耶稣抹油，表示伊对主耶稣会听，对主耶稣会尊荣。咱也读这个彼得前书2章7节讲，主伫咱信的人，就是显做上界宝贵的主，上界宝贝啦。主对咱来讲是上界宝贵的。保罗讲，主耶稣是我的至宝啦，我看伊做第一好。这就是保罗咧看主耶稣，这个妇人看主耶稣嘛，讲伊是弥赛亚，伊是救世主，伊是受抹油的，伊应该受这款的尊荣，伊是有受过抹的基督，所以伊就将上界伊所会当做的、上贵重的、上价值的来献予主。主伫信的人，就显做是宝贝。彼得。使徒彼得伊知影即个宝贝，所以伫伊的批内面吼，讲到耶稣的血就是宝血你讲的信心就是宝贵的信心，即个石头就是宝石，即个应允就是宝贵的应允，逐项拢是宝贵，因为这是属伫主的，主就是宝贵。兄弟姊妹，不管这学生看了到底安怎无欢喜，安怎批评，安怎有意见这无采工啦，这人。甲圣洁吼，会当做偌济好事，会当救偌济善人的，这拢是学生的看法，这是人的看法。但是这个妇人人，伊就是只有单单看到主，看到主，主是宝贝，我为主所做的，这是有价值的。我所有一切都是为主来做。这个妇人人伊所做的，专心来尊荣主耶稣，这就是咱今日。兄弟姊妹，咱对主应该学习的这款的态度，咱只有尊荣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无当取代的，无什么物件会当代替。第50讲，这个香油会当卖30几两银来真济送养人。对这学生讲这钱都会当用伫别当其他用途，但是。玛利亚无安尼想，这个妇人人无安尼想。兄弟姊妹，有时咱的思想咱的若假使咱
对主无遐大的疼，可能咱有时要献出这个代价，献袂落。有时咱会用这个物件去用伫其他的代志的顶面来代替。这是人咱通常定定有诶，用足侪物件可能来取代主耶稣，或是有其他的物件比主耶稣更较有价值。但是对这个富人人来讲，伊只有要献予主耶稣。主耶稣是无人会当取代的，伊是上界宝贵的。所以伊为了主耶稣所做的第四样，这毋是迄个枉费，这毋是较像无采工做这代志假了的这是一件水的代志。第六节讲，主耶稣讲佮在意。你现在要为咱这富人人，伊伫我的身躯顶所做的，这是一件水的代志，这是一件水的代志。这富人人所做的，引起这个学生的批评，但是主耶稣讲，伊所做的是一件水的代志，伊所做的，你毋通甲挑战啦。你毋通甲批评啦，你毋通甲骂啦，你毋通讲你现在遐浪费遐无采工这是你的想法。主耶稣看伊做美好，恁看做讲这会当卖30几年份，会当真正颂扬人那会着搁用这么好的这个香油搁着爱用这个玉板装，这拢爱钱呢，逐项拢是爱钱呢，无采这钱。甲广告破就是无去安尼，但是主耶稣无安尼看，伊伫我的身躯顶所做的，这一件水的代志。兄弟姊妹玛利亚安尼做是水的代志，是袂当批评的。每一个像玛利亚听主的人，我相信你所做的，不管人安怎甲你批评，但是主的确会学到你所做的一件水的代志。咱会当照主的意思去做。我相信主要学到你所做的是水的代志。兄弟姊妹，照当时来讲30几年份就是300几工的做工的工钱。若个一档有5个安料你袂当做安尼就是差不多爱做几冬久，一冬久到我拢来买这个一罐的这哪大香油。佫是用玉板装的逐个人看袂过，但是听主拢袂过头，听主拢袂过头伊伫我的身躯顶所做的是件水的代志，无论人的看是安怎，但主讲这是一件水的代志。别人安怎讲无重要，主安怎讲这才是重要。兄弟姊妹，咱诚做上帝囝儿。咱上该要紧的，就是咱爱在意主到底安怎对我讲主会安怎对我讲，主会安怎讲。现在世间的人会有足多对你的讲法对你所做的有伊的想法甲讲法，但是咱上该要义的，咱就是爱主对咱安怎讲。使徒保罗讲，我无在意别人对我安怎批评，这拢无要紧。但是我介在意的就是主到底安怎咧论定我，咧议论我，到底我是安怎？所以透过这个故事，互咱学习，咱会当尽咱家己所会当做的，尽咱来听主，来服侍主。主毋是讲反对讲咱去真正颂扬人毋对，主是咧感觉这学生咧批评这个富人人对伊所做毋对，所以主耶稣毋则讲，因为有常常有颂扬人甲你相隔伫咧，恁会当去真济，会当帮助你。恁要做好事，随时拢有，但是恁无常常有我。这当然是咧讲咱的主耶稣无偌久，为着救赎咱，上到十字架顶来死，伊就无伫咱中间。总是伊死过我，坐伫上帝的大屏，永远甲咱相隔伫咧。这个富人人伊所做的就是把迄个上介好的机会，尽伊上大的气力
伊会当来为主来献上。兄弟姊妹，咱今日其实有足侪会当为主做的，拢可能爱献上代价。咱若要传福音，咱就是要付出真侪代价。个传福音，毋是讲干那只有带伊来信主，传福音着去带领即个人，栽培即个人，互伊会当成做真正属主的人、听主的人、跟地主的人。咱要生团做变满地面吼，要生不容易。咱今年即个讲这什么龙年按算讲会生较侪囝，毋过到目前为止创历史的新低，生袂出来，表示生无简单，生无简单，即码是生不如死，迄个生的人生袂出来，过往的人较侪，生不如死。但是生无简单，用阁愈无简单。咱即下要饲一个囡仔大汉，大家去咧探讨讲，即马人解是无爱生，有足侪原因。中间一个真大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原因，因为即马要饲一个囝，甲古早无共款，本钱无共款，即个时代无共款所以真侪人想讲，我趁够有钱，敢要生，到要生都生袂出来，有的人就是生也生无几个，极生一个两个，所以咱的人口就是安尼来减少。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带一个人来信主，互伊会当得救，毋是干那得救要上天堂尔，要个会当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正会当来听主，热心服侍主，同款会当做你所做的，会当来完成这个福音的大使命，这拢爱付出足侪的价值。感谢主，这个妇人人会当伫主耶稣也未定时未过，也未死埋葬之前，为着伊来告我，伊是为着伊埋葬来所备办的。假使主耶稣已经告我，伊要去到墓的时阵，要搁告我，主耶稣有法度无半项伊若告我嘛无需要所以咱拢是爱把握机会。所以主耶稣甲咱讲，是抑阁是你是，咱着爱趁是抑阁你是的时，着爱做迄个找我来的工，因为明日时若到，着无人会当做工。这个妇人人伊会当把握机会为主所做的，是有价值的。主学了是一件好的事。伫普天的传福音，就是讲起这个妇人人的所做来纪念伊。所以为了主所做的是上价值的。兄弟姊妹，这个门徒其实因当时要跟地主，当然嘛放散一切，因为无论去到什么所在，要去传福音，要医病，要赶鬼，到底因去到什么所在，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住伫什么所在，虽然因拢凭信心出去互接待，但是因嘛是有足侪备办，像讲咱即马这个地选队要去印尼。你着爱大声，着爱准备爱买机票，订这个车票，着车迄边联络要安排住伫倒一家，要食什么，东拢爱安排好，东拢爱排好。当然这学生拢是爱人安排，表示因是真送乡的。这个路加福音，你讲有一寡有钱的妇人人咧帮衬呢，表示其实学生拢是真送乡的，因真送乡嘛，真勤俭，所以看到这个妇人人所做的，讲哇，一个碰一个安尼去到，就无伊，因会感觉无彩。但是伊毋知影讲，这个是为主所做的。兄弟姊妹，咱为主所做的，就是付出更较偌大的代价，拢毋感觉无彩。因为主的确会感纳你的所献，佮会纪念你。那像这个妇人人讲，你去普天
传福音去什么所在哦，你拢会讲起这个妇人人，伊安怎听主，安怎服侍主，安怎上伊上宝贵的，上伊上价值的，将伊所有一切来变互主。这个故事伫传福音的时爱讲，表示兄弟姊妹，主耶稣讲一句话这个马可音记载这个，就是要鼓励咱。咱今日要为着主耶稣做的，要做啥物？当然是做传福音的代志啊！咱就是要做传福音的代志。咱要传福音，咱就是爱欢喜付出代价啊！咱来当亲像玛利亚安尼付出这款的代价，付出上界大的代价啊！主耶稣也的确要纪念你，也要讲普天的传福音，毋是干那纪念这个妇人人，纪念这个玛利亚，伊嘛纪念你，你所做的，主嘛纪念你。兄弟姊妹，为了上帝国的利益，为着会当生团做有足多得救的灵魂，为了完成大使命，咱为主所做的拢是上界有价值的。过去咱的这个宣教师来到台湾来传福音，因付上的代价有大无？实在足大啊！咱台湾当时偌落伍，当时这个。传染病啊，足侪拢来到遮会过身去呢，会过身去呢。宝贵的生命，昨我听到咱台湾有一个迄个少年人哦，那志愿去这个乌克兰做兵哦，去遐烧台吼，迄咧讲到迄个危险哦，但是。感觉为着保护这个国家，帮助这个国家无向侵占，伊认为是有价值的。伊甚至有冒生命危险，伊也感觉是有价值的。哦，兄弟姊妹，咱为着这个宝贵的灵魂，这个宣教师吼，不顾一切来到台湾，献上因的青春，献上因的一生，就是献上上界有价值的物件。所以所听个讲，普天的传福音一定要提起因的名来纪念伊。今日无论是马家国医师、马介博士，是迄个南大平医生、甘伟玲牧师，还是李友牧师、梅甘武牧师，咱今日也搁咧提伊的名来咧讲伊的故事，来咧孝念伊。感谢主，咱今日教会咧做即个幸福小组，所以幸福小组就是传福音嘛，传福音大家嘛是。付出上大的代价，虽然教会咱你要做幸福小组有2000块的补助互你做，但是实际上因干那要做这个备班，要买这个礼物，要用这个时间付出这侪的精神代价，因为传福音是有价值的，这灵魂价值是有灵魂得救是有价值的，2000只底的价值。2000只底不得了，一只啊1万啊2000万啊，灵魂的价值是无价，所以付出这款的代价，欢喜付出这款的代价。咱这个去印尼缅甸的这第选队嘛打倒来吼，去到缅甸就是虽然伊已经嘛真热闹的所在，不过伊的食食甲咱无共款，因为迄个地区的大部分的信仰甲咱无共款。随上嘛是有真多的症结，食物件有症结，所以有的人身躯袂适应，会吐会流，甚至头会戆，伫遐足多困难，交通有意外，10天总完成啊，付出足大的这个代价，但是有价值无？有价值无？有价值，为着会当互遐个人也会当听到福音，互遐人会当急救，最后说一定纪念你。伫普天的传福音的时，就是纪念你。咱教会，我讲要生无简单，要用无简，搁较无简单。咱的小组长就是甲咧牧养咱遮的羊群，要牧养羊群，要栽培因，爱付出足大的代价。生放一边养的温情较大天，无简单代志，付出足大的代价。但是为着主所做的。是有价值的，甘心欢喜来付出。最后所的确，因为要甲你讲，伫普天的传福音就是要讲起你，会所做来纪念你。我相信
咱每一个人拢毋茫会当诚做主，安尼对咱讲的你为着我做的，这毋是无价值，这毋是了伊，这是一件水的代志。伫普天的要讲你所做的来纪念你，求上帝赐予咱，互咱会当真正诚做一个欢喜为主献上上界贵重的代价。那甲像迄个白之家教会，这个伊道牧师为着因所做的，就是上界有价值的，付出上界大的代价。但是主要甲学了你做的是一件好的代志。伫普天的传福音得到要纪念你，咱三甲来祈祷。最后所感谢你，互阮今日透过你的话，搁一遍知影，这个妇人人是玛利亚。伊为主献上的是上界价值的，最后所学落是一件水的代志。佮普天的传福音要纪念，讲这个代志来纪念你。主啊，毋那是伊，就是要鼓励阮，阮也会当为主做上价值的代志，阮也会当完成主教导阮传福音的使命。阮也为着传福音的使命，阮为主所做的，拢是有价值的，拢是上界宝贵的。主的确要来学了阮要来纪念阮。主啊，互阮拢会当诚做一款的人，互主学了好个真中的乐目，会当来入主人的快乐。感谢你，互阮会当对你的话来得到帮助，得到学习。阮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379首，咱吟诗煞依愿徛地要来讲道，请起立来吟全首。
现在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互台湾会当成做属主的国度，会当成做列国的祝福。咱嘛为着台湾会当成做宣教的国家，会当派出真侪这宣教的精兵，有宣教的大军，咱来献上来代祷。咱也为着这个暑假有足侪营会咧举办，望这个暑假也当成做得到少年的一代上介好的机会。咱也为着国教会伫暑假所举办，无论是儿童还是青少年的营会，拢会祝福。为着咱的教会也有敬拜团的研习，咱也有新约圣经讲座的研习，也有伫7月23到26，咱的儿童的暑假营会，咱拢献上代祷。而且咱也为着咱教会软弱的肢体，咱三体祈祷。为着伟灵姊妹手术了恢复，为着伫化疗中间的兄弟，为着伫福建中间的兄弟，为着伫厝内还是伫安养院安养的咱的长辈，咱拢献上代祷。伫即个真炎热的天气，求主保守，互咱无论是台湾，无论是电的能源、水的能源，拢无欠缺。咱为着咱所关心的事，咱家己有心肝来代祷，拢带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所赐福的主日，主啊，阮会当照你的话语来感动阮的，阮会当学习玛利亚欢喜，上界有价值的，上界宝贵的，上界贵重的，会当欢喜来献予你。主啊，为着你所做的拢是有价值的，阮感谢你，互阮的教会也会当有传福音的工作，也有宣教的工作。主啊，求你赐福伊。主啊，伫台湾这个暑假，有真侪儿童的营会、青少年的营会。主啊，因为主所做拢有价值。主啊，望互真侪人会为着因所做来得到感动，来明白主耶稣，来归向主耶稣。主耶稣，阮将阮的国家也仰望你，互台湾会当成做福音化的国家，会当成做宣教的国家，成做祝福列国的国家，保守阮的国家国境会当平安，阮的内政施政也会当顺利。主啊，朝野也会当共同为着百姓来度过。主耶稣，阮将阮的城市仰望你，互阮的城市平安会当徛起，阮的产业会当发展，经济会当进行。主耶稣，求你也施阮赐福伫你的教会，无论阮有儿童的营会，阮有敬拜研习，阮有圣经的讲座，还是阮也有爱心的活动，阮有活世教会甲以色列的讲座，求你拢同在。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一个会当听你欢喜，将阮上界有价值的来献予你，你所听的囝儿，互阮知影，阮为着你所做的是大有价值的。阮为着囝儿所做，阮为着朋友所做的是有价值的；为着主所做的，更较有价值；为着灵魂所做的，更较有价值。
互阮会当献上上界有价值的来做你爱阮做的代志。主啊，多谢你，互阮有真侪人伫即个暑假拢是做传福音的工作，无论是逐种营会，望拢会当得到这会参加的人，互即个世代的少年人也会当归向你。主啊，兴起宣教的大军来完成你爱阮完成福音的大使命。主啊，多谢你，主啊，多谢你，愿将阮软弱的肢体拢交托你，愿你的圣手医治，愿你的保护掠查保护，互因会当经历主你的权能，互因对病痛得到医好，互因对重担得到讨棒，互因对困难会当得到主你的恩典。主啊，阮为着厝内人的祈祷，求你也感恩。主啊，阮的少年人伫即个暑假，有人也搁为着升学考试，有人为着工作拍工，有人要找工作。主啊，求你施恩带领，互因得到恩典。主啊，阮多谢你，多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姊妹请兄弟姊妹请别办心，咱要请执事来收奉献。请起立敬奉献的诗。咱同心来祈祷，主啊，阮满心感谢你，因为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阮有的性命、工作、读册的机会、家庭的生活，拢是对你的恩典所赏赐。因为安尼，你配得阿乐甲感谢。现在，阮愿意用金钱来奉献，诚做祭物献互你。献上阮家己所有的来听主、爱主、服侍主，因为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阮甘心乐意，献上愿主甘乐，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车恳399首。当你眼当在。
让恁通平安去，为着主传福音，做上界有价值的事，互主纪念。我将恁交伫爸囝圣神三一体上帝圣手的保护，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荣光变照你，也用慈悲款待恁，愿耶和华上帝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阿门。